Hello，大家好啊！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九子离火大运啊。那说2024年到2043年的为九子离火大运，那届时将会以科技、互联网、元宇宙、数字经济、文化产业呢，将会得到飞速的一个发展。而且呢，2024年正好是这个土火相接的年，也就是今年呢是比较动荡的一年。而作为商业气息浓重的香港投资界呢，开始进军这个区块链等数字化的投资领域。那这也是为了迎接这个九子离火大运的一个象征。那比如说元宇宙、人工智能、大数据、文化产业等等呢，成为香港投资界的一个新的一个投资赛道。那近期香港呢宣布将会在6月份呢推出加密交易新规。那自去年推出要将香港打造成全球最大的一个虚拟数字资产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重磅消息之后呢，香港已经成为继新加坡华人Web3聚集地。而作为整个Web3的一个创业领地呢，香港有可能会成为亚洲加密货币火锅的一个开始，但绝不会是终点。目前呢，已经有这个韩国、日本新加坡等等这几个国家呢，已经为这个加密货币呢提供了一些这个一个合规的一些政策。那我通过呢相信呢，香港呢肯定会成为下一个亚洲亚洲区这个 Web3创业领地创业氛围最高的一个地方。相信呢，一直有关注红哥频道的粉丝们都知道红哥呢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有讲到几个公链的项目。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 CFX，也就是 Conflux。那当时红哥呢讲过了，Conflux 是国产唯一被官方承认的一个公链，而且呢拥有清华系等背景。那最近呢更是和中国电信联合推出了这个 BSM 卡。那其目前元宇宙呢也成为了一项政策指标，所以呢未来它的潜力呢也是无限的。而且的话，未来肯定有香港这边有很多元宇宙的项目，肯定会和这条公链呢进行一个合作啊。那早期的红哥的话呢，也在这个 CFX 比较低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呢，也带着我们的 VIP 客户呢一起去买入了一些这个 CFX 的这个代币。那目前呢已经翻了快4倍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一直所推崇的就是天王级的项目，存储挖矿的这个项目 Filecoin 代表了 File。那红哥呢也是带着我们的 VIP 的客户呢，在3美金左右进入了买入对折是2.87、2.8美金左右。那目前的话呢在从最高点算的话也是3倍左右了。那目前的话也就按照这个3美元的价格也是2倍多而且 File 呢也是整个 Web3的一个存储器的龙头。近期呢也推出了自己的 FVM 的这样一个啊这个更新的一个消息。所以说呢，这也是对整个非 Coin 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发展一个利好。那第三个呢，还是天王级的一个项目 Web3的一个项目 SP。它也是整个 Web3的一条公链这个在2020年的场外的溢价呢达到50多美金。虽然呢从最高的200多呢一路狂飙到最低的4美金左右，但是红哥呢依然在4美金左右的买了一些，目前也翻倍了第四个呢就是 ZK 系的一个 Mila。那这个红哥呢让 VIP 的客户呢在这个0.4美元左右的时候呢果断的让大家去买入了。当然这个0.4美元也是我的一个最初的一个预估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但是我认为它可能不会到，但是结果最后它到了我预出的是0.45美金，但是它到了0.42、0.43这个位置。那但是呢买进去之后呢，果然是没有失望的从0.4美金到它的最高是1.3美金，那也是接近3倍了。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开始随着6月份呢，香港的一个合规方案的推出，必然会引发市场更大的一个流动性。届时的话呢，西方的一些资本肯定也会涌入到这个香港那届时东方的区块链项目将会有机会的获得更多西方资本的支持，由此呢推动 Web3在东方的爆发。当然了，香港借助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呢，那香港的可能会成为整个Web3的一个亚洲地区的一个爆发地从而呢影响全球。今天的分享呢，红哥就到这里了。那想进入红哥的 VIP 群的呢，可以看主页；还没有关注红哥的，可以关注、点赞、评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